兄弟树阿弥，兄弟树阿弥。你唱那个哦，啊干扰别人的。怎么样？你唱不同的步会干扰到别人。会干扰到别人哈。你就唱第一步啊。好好来。就已经人不多了，还唱那么多步。OK， 好来，来第二来预备来。你要不要唱？平阿安弥，心大弥，金木家多家呀，无莲梯的更呀呀，天公求哈利路亚，金民主刚性，金民主刚性，平阿弥，心大弥，心言意，虽无比，密毛因根就是魂。救赎恩典的教子，主耶稣刚性，主耶稣刚性。阿弥陀佛。好，安尼咱呢休3分钟，就要开始啊！吼，看你的是。YouTube 开了吗？看，哎呦，已经开了。147，啊？一样，要先唱147，再53。
要开始咱今仔祈祷会前，咱先来看圣诗53首。这首圣诗比较像是咱较无熟，咱先来看这首圣诗，伊是高准明牧师作词。高准明牧师作词，伫1982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咱知影伊是踮伫监狱的内面。伫1980年4月伊受掠。踮伫监狱内面待4年3个月，所以伊踮咧受关监的中间写即个诗，所以按信兴牧师就该做即个曲。咱先最近来看即首诗歌，咱来听吟，吟2摆，第1节吟2摆，你就比较像较晓吟吼来。伫清净的暗暝，主耶稣出世，伊面貌真古锥，安享的作礼，无遮抱拥来。真理又调来，红叶因的忧表示因的听。第1节，过1摆，伫清净的暗暝，主耶稣出世。伊面貌真古锥，安享伫你作礼，无遮抱拥来，真理又调来，红叶因的忧表示伊的听。感谢主上帝，今仔日天气变化较大，虽然是较寒冷的暗时，要顾咱踮咧主的面前来亲近伊。咱要用这首诗歌，昨感恩节时阵，咱踮咧山顶不遮侪人，有听到安尼迄6位兄弟吼，甲迄啦唱甲实在真水。我本来想讲吼，要调6个兄弟来吼。看阴暗敢有人吼会当来，你若踮咧厝诶吼，厝内若有2个3个，请你共款踮咧厝内恁家己分布，吼踮咧厝内家己分布。这首歌，互咱会当深深体会，耶稣基督出世诶目的真清楚，就是要互咱会当得到洗清气。这首诗歌每一节其实敢若2句是新诶，剩诶拢是咧重复。你减有救君主，互伊洗清气；到第2节，减有专心靠救主，得到称义。这2句伫每一节的换新，剩的伊就拢叫重复的部分。所以咱们最近来吟这首诗歌，你减有救君主，互伊洗清气。来，你点有救君主，互伊洗清气，减有洗掉过的无悔，减有专心靠救主得到称义，减有洗掉过的无悔，减有洗掉悔，洗灵魂到清气。减有洗掉过的无悔，你减有日行甲救主相通，减有洗掉过的无悔，救主替咱赎罪。
实在真普通，咸有细滴样果的宝贵。神行塞那落来的三减有八，洗清气的有果的宝贵。灵魂咸话点出比般的出体，洗清气的有果的宝贵。清气的宝贵，主宝贵，你的三减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减有洗的有果的宝贵。目着做歌，伊唱着隆中汤里，洗清气的有果的宝贵。灵魂有花有宝怎通洗清气？叫来洗的有果的宝贵。咸有洗的有花，洗灵魂到清气的宝贵，主宝贵，你的三减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咸有洗的有果的宝贵。感谢主。第一，咱要迎接救主圣诞的时，咱拢知主耶稣来，就是为着要互咱会当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所以用新的衫来表达。毋望咱这个外在的肉体会老会朽烂，毋过咱的心灵真正通过耶稣基督得到洗清气。咱要线接来吟圣诗53首。圣诗53首，这是高祖明牧师伫1982年踮伫家罗内面所写的。咱会当想象，受关伫监狱中间，伊家己踮伫写一个诗句，圣诞节就要到啊！那安尼，伊到底要安怎向主来祈祷？所以伫1982年的时阵，伊写这个歌词。咱最近来吟第一节，咱吟2解，然后第2节、第3节。用这来做咱的祈祷。地清净的暗暝，主耶稣出世，伊面貌真高水。地作礼，无家破有啊来，一日有条来，红天伊的有啊表示伊的听。地清净的暗暝，主耶稣出世，伊面貌真高水，安乡地作礼，无家破有啊来。一日有条来，红天伊的有啊，表示伊的听。地清净的暗暝，主耶稣出世。看一
笑眯眯，当远的朴树老，看着伊面貌，就献因的宝贝，感谢白上帝。主耶稣，我听你这点我心里，予我专心记，听你真真实。我爱耶稣，博大的恩赐，真多的所欢喜，做更明行里。当心来祈祷，亲爱主耶稣，阮会当讲要听你，是因为你先听阮，你出世来到阮的中间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永远伫你面前所回应的，尽一世人来听你。阮知你要帮咱，通互阮会当成做光明的镜儿，伫即个世代。伫阮的四周围，伫朋友的中间，伫亲人的中间，阮会当成做一个光，照伫因，通互因看到主耶稣你的救恩。感谢你因暗，互阮阁亲近你，愿你的神踮阮心内，互阮会当真实看到主你降生伫阮的生命。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免。咱今仔日最近要来读一段的经文，这是大讲节第一主日，咱要读中间的一段。代讲主日我们要读的一段，中间我们取了它，总共有几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们先来念和合本2010版的来。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。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相生而惶惶不安。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，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让我们也看到马太24章也在提到这样，星辰要显出预兆。然后整个世界好像动荡不安，真多条头出来，看到好亲像这个世间一个日子到，不是末日到。27节来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。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。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，咱台语做阵来读。伫迄时，要看见人主用光明甲大荧光坐云来，拄有这个事，恁着挺身起来，举头，因为恁会赎回君啦。大讲在第一主日即要到。这段经文，这句经文，咱特别用路加，是因为第28节，因为咱常常听人讲，听人咧问，什么时阵主要过来？什么时候主要再来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对伫迄个日子会惊踮伫审判的台前，徛伫审判的台前，敢若家己还未准备好，所以主再来的日子，坦白讲，不是大家喜欢，甚至大部分人不喜欢。包括基督徒，主过来，主要来，耶和华的日子，并唔是大家人拢欢喜听候哦。讲坦白话，若讲主的日子今仔日到，咱在座线顶的兄弟姊妹，你敢会亲像这安尼讲的？28节，
路加特别提这件事情，要挺身昂首，都要挺身起来，抬头啊！什么意思？因为得到救赎的日子近啦，所以伫个路加福音2章这段经文，伊要甲咱提醒的，就是咱咧听候耶稣基督到咱中间，降临伫咱中间，真要紧的，咱就要诚做。那用以弗所人书所记载的，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是讲，你们要像大丈夫一样，爱亲像大丈夫，要挺身昂首，都爱徛好调、徛好在。这是这段经文。所以接下来29节预备来，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说：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。树叶一长出来，你们看了自然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同样，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，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。咱台语也来读一解来。各因譬如甲恁讲，试看无花果甲拢总的树，因发芽的时，恁看去。就家己知夏天近啦，安尼恁看去这个事，就着知上帝国近啦。所以刚刚他告诉我们，那个日子近了，要挺身要站直。接下来刷来一讲，迄个时阵，咱感受会到、看会到，都敢若亲像伊即个讲，当伊。布衣的时阵，当这树啊，咧布衣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已经热天要到，夏天要到啊！这是路加所写，所以上落尾一起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一切都要发生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绝不废去。台语，我实在甲恁讲。这世代要被过去，这个代志拢要成，天甲地要无去，我的话袂无去。这句话我们知影，伊引用诗篇咧讲：草会枯，花会谢，但是唯有上帝的话永远长存。上帝话永远伫地。伊才是咧讲天地拢会。无去，所以咱踮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要来学习的。顶礼拜咱有讲，即礼拜应该是规个教会的时间的同路尾。即礼拜，意思讲到28就是新年的开始教会日，咱即马拄是上尾礼拜，它是从大降第一主日开始的。那呢时候，咱会当体会耶稣来规个的主题。咱有看到咱拜堂的布置，咱嘛会看到教会历史顶头，甲咱解释真侪。等下咱要分享一部分。所有对无同的教派、无同的角度，你会看到即个4个主题嘛，小可无同，甚至引用的经文，有的所在会无同。毋过，所有的教会教派咧讲到耶稣基督来，在这等待听候的这个节期中间，待降节期的唯一主题，大家都一致，就是道成肉身，丰丰富富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多成立体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这是所有咧讲到待降节这4个礼拜的唯一主题，总主题就是这个：上帝成为人，他不只成为人，而且是带着恩典跟真理到我们中间来。所以当咱在大降节时，咱即10度一个记号条，好的，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咧讲的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了恩典跟真理。这是整个待降节。所以这个所在为什么会讲？天地都要废去，天甲地拢会废无。我的话会记得上帝话、活命的话，就是咧讲到道成肉体的道，
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咧讲的，迄个道，上帝话永远袂无去。嘛，因安尼，咱最近进入今年过2天，就是教会日要开始，所以咱会当看到咱的11月底、12月初，有人甲咱讲提醒，最接近11月30号的礼拜天，就是代降节第1主日。你看往前3天或往后3天，最接近11月30号，它就是代降第1主日，28接近30号只差，所以也有可能12月1号是代降第1主日，1、8、15、22 4个主日，那后面才圣诞节哈，所以最接近30号就是代降第1主日，所以咱今仔日准备哦，这2天日就是准备要把旧的除去了。28号礼拜要进入新的一年，教会一年。新的一年的主题是啥？就是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的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这是咱要回应主的听的。所以，咱今年的大讲这个主日，总共就是礼拜12月初5、12、19这4个主题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到咱拜堂有将这些希望、信心、喜乐、甲听、仁爱。4个主题，咱放伫教会礼拜堂，咱会当每一礼拜来到教会时阵，你搁一摆来想到这。如果有必要，其实今仔日这个 PPT， 你若有踮咧线顶看，你这手机就会存掉你就会当继续看这几礼拜的学习。大讲说第1主日11个礼拜，一般咱拢点蜡烛，为什么点灯？就是表达迄个光照来。虽然咱的光真细，但是耶稣基督迄个大光照伫咱的中间，所以第1支的蜡烛咧表达讲，伫古早的时阵，先知就已经将这款光的宣布伫百姓的中间。特别咱常常会去看到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。伊咧讲有大光要照伫个百姓的中间，所以第1支蜡烛咱称做先知的蜡烛，伊的主题就是希望，也是叫做愿望。好，这是第1支的蜡烛。各点都互人看到愿望，先知的蜡烛。第2支的蜡烛叫做伯利恒的蜡烛。伯利恒是因为迄个地点，即个大光。诚侪人，道成肉体，诚侪人出世伫伯利恒，所以咱一般教会传统称这个叫做伯利恒的蜡烛。主题就咧讲到仁爱这款的一个主题。第3支的蜡烛，咱今年是12月12月12是咧讲到各样人牧者伊的蜡烛，伊咧传达的是一个喜乐，一个欢喜。这个款，因为咱拢会记得踮咧旷野有天使天君的吟诗，阳光归伫天顶的上帝，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，迄是一个喜乐的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咱普通时是看4支紫色的蜡烛，有诶是3支紫色，中间1支粉红色，就是有一寡教会感觉讲用紫色。来讲欢喜，敢若力道不够，所以因就甲迄支换做粉红色哈。这个当然是教会的传统，这毋是真理，是敢若讲各样人的蜡烛，伊传达是天使天君报好消息的欢喜。第4支蜡烛啦，因咱今年是12月19，就是天使的蜡烛，哈，天使的蜡烛。伊咧带来毋是敢若好消息安尼啊，伊带来是和平，还是平安？咱咧讲 shalom， 还是讲 peace？ 伊就是咧讲和平，还是平安？这是第4支蜡烛。今年12月19，到今年12月25，这天是礼拜六，咱游园点伫圣山道的蜡烛，咱游园会甲点多，因为这是主基督的光，所以这支蜡烛会用白色的，含其他。先知的蜡烛、伯利恒的蜡烛、各样人的蜡烛、天使蜡烛拢无共，这是主耶稣基督，伊本身就是这个光，伊就是这个光。咱一般会点伫12月24，
还是12月25来点？因为即马12月25，除非碰到主日礼拜，若无真侪教会踮咧12月24，平安暝有迄款欢喜的时刻、吟诗的时刻的时阵，就会将主基督的垃圾来甲点倒。这是咱所咧讲的大港节。所以咱会当看到顶头伊大港即个字，原底就是咧讲着进行式，伊是加 ing 的，是一个进行的，讲来啊，已经来啊，得进即要到啊，来啊，主耶稣出世伫咱的中间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就会记得耶稣基督要出世，伊的目标就是十字架。好，伊的目标就是十字架。咱看到这几百图，亲像咱今仔日拄啊所吟的诗歌，高祖明牧师踮咧感觉中间所写，伊知影有博士来，伊知影即个囡仔、即个婴仔笑眯眯。虽然伊毋知影即个世界，敢若亲像毋知影即个世界发生什么代志，也毋过伫30多年的时间，伊出世就是为着要受定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是一个人的角度，连世间无法度去想象了解的一个奥秘。台语叫做业理。咱伫台湾的教会，古早你若踮咧，我细汉的时阵踮咧新店教会，常常听牧师在咧讲，这是业理、摄理，摄影的摄，业理。这业理翻译做华语就叫做奥秘。较少用摄理即个，这有影，这是一个业理。耶稣基督出世，伊要完成一个救恩。即款的救恩，互咱拄啊所读的圣经，咱会当过一点来回想。拄啊路加福音21章，伊咧讲日月星辰，得要有兆头，有一个兆头会走出来预兆。伫咧地上的列邦困苦，顶头天象会有一些兆头，所以东方的博士看到讲，一个毋捌看过的星走出来，这真做一个兆头。所以咱会当看起为虾米圣经福音书会甲耶稣出世的故事写甲遐尼水，迄对伫先知就已经咧讲到遮个话，地面上的邦国、列邦百姓真侪困苦，连海鹰拢哗哗吼，才会安尼来混乱吼。所以人对惊吓以及听候所要到伫天下的事就分去。你看伊台语咧讲到遮吼，即要到百姓安尼，这是咱拄仔咧讲的对照。世间人看到这些代志，拢会问：真侪时阵，基督徒嘛，甲世间人共款，嘛会问讲：什么时阵世界末日会到？什么时阵耶稣基督要来？什么时阵要来？我讲，我有当时会问讲：你知影迄个创？我若甲你讲绝对对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？我若甲你讲一个时间，是真的哦，迄个时间到，你安尼。你要做什么代志？你要做什么代志？大部分的人忽然间拢硬去，毋知影。我讲安尼，你莫知较好啊，你着照你来生活。实际上，咱知影，人世间即款的一个概念，迄个概念就是叫做鼓励。拄要祈祷会前，有一个兄弟甲我讲，咱兄弟即要60岁啊。伊讲哇，牧师，我讲我惊我袂迄咯。我讲安怎？伊讲昨日今仔日拜5、拜3，伊踮咧厝诶食饭诶时阵，忽然间哇，煞袂喘气，调调。就是说面变是讲加在因太太伫边啊，因太太捌学假，按后壁摸起来，迄叫啥？咱后壁甲你揽掉诶，迄项所以就是按后壁手。捏只然后哇，一个物件出不过赶紧送病本来是想要送迄个成功但是打电话去时阵，成功讲这急诊拄好真
无闲，所以送按振兴去。去到遐，医生马上迄落，迄天暗时食饭丸，食迄落御饭团，可能伤大，伤大喙吼，煞去戒掉。伊拄仔来甲我讲，我拄爱讲一个吼，爱祈祷一个，无吼，伊直即2天一直安尼，想到这就惊吼，想到这就惊，险救袂转来。医生甲我提醒讲，已经60岁啊，食物件爱补较侪喙，然后吞较慢一下，爱吞较慢。伊讲我形容袂记诶吼，已经60岁啊。但是我常常咧想即句话，什么叫做救转来？吼，什么叫做救转来？这是一个足奇妙粒理啦，好无？叫做粒理。徛伫人世间的立场，咱想讲，互人会喘气，互人会起来徛，这叫做救转来，还是互伊会当保持喘气，毋通无喘气，毋通死，安尼叫做救转来。但是徛伫信仰顶头，什么叫做救转来？什么叫做甲一个人伫困苦一个黑暗的中间，伫找无路，伫惊吓的中间，咱要互伊敢若亲像得到一个有把握，得到一个光，得到知影头前的路。踮伫圣经要甲咱讲救起来、救转来是咧讲一项。我讲的这个意思，毋是讲肉体救转来吼，无重要，毋是这个意思。是咱要安怎伫耶稣基督要出世的这个时阵，踮伫路加福音来提醒咱，这个惊吓毋那敢若是人。当咱若小可艰苦的时阵，咱会有即款体会。拄仔我讲即个兄弟去加着即款体会，我想咱可能有人加减捌经验着。开车的人，阮都捌到即款的，我都捌到即款。哇，汹汹惊者哇，拄仔若一失神，亲像就去啊！吼，即款的惊吓。规个人拢会醒起来，这是咱踮咧人世间的。路加得甲咱讲着，天顶有遮条头，地面上侪困苦、艰难、黑暗。伫即款的中间，咱基督徒伊28节要讲的，就是伊的门徒，伊咧甲伊遐的学生讲啊。世间列邦列国百姓踮咧遐咧惊吓困苦的中间，恁就爱挺身徛起来，挺身徛起来，爱举头，这是咱踮咧大讲这真重要信心的功课。如果咱有真实的仰望，领受了耶稣基督，互咱会听，咱会活出一款喜乐、举头、信心的功课。这是大讲这，咱咧讲耶稣多成肉体，同重要的一个功课。所以罗马人书第8章23节罗马书8章23节这么说：来，我们这有圣灵做出手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内心呻吟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，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。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，我们就耐心等候。伊咧讲的是，当咱信主领受洗礼的时阵，咱的灵魂已经得到救。但是伊讲圣神做出熟的果子，所以咱的心灵、咱的灵魂嘛，对圣神同款。像说第2个季节、第3个季节，咱嘛同款。咱已经得到救，领受洗礼时，毋过这个肉体依然是败坏，对无？同款病痛，同款艰苦，同款愈来愈衰烂，这是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真实。伊咧讲的迄个仰望是啥？咱拢知影，伫咧圣经中间，伫甲咱讲的，就是咧讲到迄个肉体的国活。所以，咱书读圣经，咱书读圣经，读到上落尾的时阵，大意安尼讲哦，来，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。肉体国活，
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每一礼拜咱读这是真的呢。逐摆读这的时候，我就想讲啊，无要紧，我虽然较瘦较无班吼，后摆过活绝对毋是即款的吼，肉体过活，这是真的。这是咱逐摆信仰个别咧讲的，嘛是咱咧讲个领受洗礼时，灵魂得救。但是即个外在身体，咱正做一个徛在，亲像大丈夫，踮咧即个世代，好好运用上帝互咱即个人世间的性命，来成做伊的工具，为着主来活出来一款的见证，领受信心，领受真实，永远的活命。所以咱搁倒转来看即幅图的时阵，咱有分享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就是显明上帝疼伫十字架顶的救恩，所以伊是为着要上十字架来出世。大降者的主题伫即个所在，所以咱求主帮助咱，也互咱会当通过即款的备办。今年的圣诞节，咱有搁较侪的安静，搁较侪和主耶稣基督的亲近。那么祈祷的大声，咱先做阵用即首大家珍惜的平安眠来做咱的祈祷。平安眠，心的眠，静安静，静更明，更久老不久阴寒。孙公进公安，兄弟苏安民，兄弟苏安民，平安眠，心的眠，金木家多家呀，无人听的更呀呀，天滚秋哈雷路亚，地民众当心，地民众当心，平安眠，心的眠，心念意，随多平，明貌严格就是恒，救赎恩典给交真，主耶稣感谢，主耶稣感谢。恳求主，伊真正将迄个光照伫咱的中间。那么祷告要一起祷告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要进入待降第一主日，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他怎么跟我们讲，在第9章这样说：预备来，
但那受过痛苦的，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，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东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咱最近台语来读一解。总是迄个不受痛苦的地，无搁点伫黑暗。前上帝互西布伦甲拿弗他利的地受看轻，后来就互沿海的路、约旦的河外邦的加利利得到阳光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起大光。徛起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照因。无论是山顶，还是现场，还是咱四周围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厝边，侪人，敢若亲像先知遮所咧讲的，有的踮伫黑暗，有的踮伫受看轻、受藐视，还是踮伫死荫的中间。世间人常常会有即款的眼光。一个无拄好，咱就真容易咱讲贴标签。毋那是外在会踮伫黑暗，连心灵拢伫黑暗的中间。所以咱求主帮助咱。当台港说第一支蜡烛要点到的时阵，你我咱每一个拢会当亲像一个节气同款。毋那敢若照光咱家己，嘛照光咱四周围的，也包括咱的国家。所以咱大兴也要为着咱国家台湾啊，甲世界来祈祷。每一天发生的代志实在是太多，毋过咱求主帮助，特别是咱台湾伫大环境中间，咱有一个真要紧，即个国家安全的部分，无论是伫经济，还是伫教育、国防，甚至伫咱的治安，咱。即马互相，我看青年人互相拢咧讲，若去便利商店的时阵，都爱加甲遮个踮咧服务的店员加一点仔温暖，介笑一个，甲伊讲一下多谢。啊，无以前咱买物件拢嘛点，你去遐出来无咧讲话，对无？应该你去继续甲伊打个招呼，要走的时阵，甲讲一句多谢。伊踮咧遐，你徛8点钟吼，特别是夜班、大夜班的，咱国家的安全，咱暗行化即款生活。到底要安怎去调解，要安怎去突破？咱尤其是教会，咱得到上帝的祝福，要安怎会当看到基站，看到遐漂流族，不管是北漂啊、南漂，即款的生活，咱安怎关心？咱嘛知影，香港这2年，即个愈来愈严重啊，只要你小可有一点仔较民主的概念，踮遐面对就是叫做国安法。踮咧台湾古早。咱叫做戒严这个叫做国安法，这个国安法就变做正常的法律，所以这个部分咱特别也为了香港这款的来祈祷第三，我想咱会当看到世界逐工拢有这款的意外，也是可能发生所以说2天前咱所看到这款的一个渡船安尼。发生几十个人伫迄中间丧失性命，各所在所发生即款的意外。欧洲的疫情搁起来看德国安尼已经超过讲10万人偌侪过身，所以逐工搁有遐尼侪人着到即个受即个疫情的影响。所以咱即时开咱的喙开咱的心，特别为着咱徛起的台湾，也为着即个世界。即款的局势，咱求主怜悯，求主引带，求主也互咱有教导，教示遮个掌权的，教示咱每一个怎样来行，咱同心祈祷。感谢主，恳求你怜悯看顾，引带保守。阮台湾会当得到你的
主，这是阮每一人的祈祷。阮需要你亲自来甲阮伫地主啊时，帮助阮台湾，特别是伫个国家，阮面对中国有最的饮料，无论是无人机、国防，阮毋是真正是用军队来无，阮是要靠主上帝你主啊，恳求你成做阮国家的主，互台湾的百姓会当更较侪明白主你。虽然阮会面对这环境安全，但是互阮的心真正有平安，互阮的心真正有平安。阮也为着香港，为立陶宛有几落个国家，当因要坚持民主的时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因的国家徛会条。无论是香港，还是立陶宛，还是讲遮的，主恳求你一个一个因带保守，互每一个国家会当有更较侪，得到这款百姓会当端庄安然徛起伫因的中间。阮看到踮咧英国、法国中间即个海峡所发生的人，几十个人安尼来死失，逐工拢有遮个，特别是疫情，主恳求你怜悯看顾。阮知影这病毒伊袂消失，但是阮人怎样徛起伫即个中间？主啊，阮将这一切仰望伫你的圣手。感谢主，互阮徛起伫即个世代，享受最的方便。但是阮若恳求主上帝你圣神来教导阮，通互阮知所领受的恩赐，所得到这个恩典，是要安怎会当成做人的帮助，通真实来造福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恳求你带领阮，也保守逐个国家每一摆的事件，每一摆的意外背后，拢有真多的目屎。恳求主上帝你亲自甲因同在，互阮会当知影，踮伫基督内面，阮所要领受的是主你应允，这劳苦重担交托伫你的手头，学习主你的温柔谦逊，主你要甲阮斗阵来担，阮会担，来行头前的路站。愿献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个疫情常常会碰到人问讲什么时阵会过去？我想咱犹原同款，开咱的心，开咱的嘴，咱为了这个全世界大家最近的学习，即马无同款的专家看法也无同，伫一寡国家犹原同款，阁有无同款的政策。踮咧美国就好啊，咱知影踮咧美国阁有几落千万人因拒绝拍疫苗。有当时连踮咧一个家庭内面，因家己厝内人看法都无同吼。我听阮即个讲咧美国都迄款的家庭看法两个无同，哇，引起真大的纷争。所以咱开咱的心，开咱的嘴为着这个主有方式来祈祷，嘛为着这个。踮台湾，咱遮徛伫第一线医护人员、警察、消防等等遮，咱当心为因祈祷。亲爱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真实踮你面前三角，为着阮的生活保全来祈祷。主，阮知影这个外在身体虽然败坏，但是是主上帝你所赏赐的，你嘛的确意爱阮会当照顾阮的身体。互阮的身体拢会当得到健康，这是上帝你的心意。但是阮碰到最的挑战，特别是这摆病毒，这2年来对世界有真大的影响。阮恳求主你带领阮，通过主有方式，是不是会当互阮踮伫一个较平静安稳的环境来过生活？主啊，感谢你，恳求你来看顾这。感谢主上帝，阮知你创造阮、收拾阮这个肉体，的确有你水的意义。你嘛的确意爱要将健康赏赐互阮。阮恳求主你帮助，通互阮会当坚定来仰望、来倚靠你。伫这个病毒
疫情影响这2年，帮助阮有侪学习的功课。这个时阵，阮嘛三甲斗阵，踮伫主有风车这项，求主互阮会当看到一个方向，通好伫你面前端庄、平静、安稳来过生活，享受主所互阮的恩典。阮也特别为着遮个踮咧第一线医护人员、警察、消防、交通等等遮个人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主你特别保守因甲因的家庭，通互因伫咧第一线认真付出的时阵，主啊，你亲自保守因的家庭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也要为着咱这个大家庭来祈祷，咱礼拜团契聚会，拢是咱的实体线顶同时进行。过来伫感恩节中间，咱有做活动。明仔载是雅歌3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明仔载中昼。明仔暗时咱有感恩见证会。礼拜日有少年团契，咱知影是因为课纲的改变，所以才读小学3年、国中3年、高中3年的，因拢面对这个一个新的调整。咱伫后礼拜六12月初4，还有双年大学筹备的一个座谈会，因为咱有真侪无同的时间，拢着爱哪准备。个开始12月初4开始，咱咧讲的这个圣诞节这个系列，咱会摕到这个 DM， 无论是纸本还是电子档的，这咱拢会当传互大家看。这咱前叫做福音大会，无共款的团契有。咱另外阁有统计逐个时间点，真要紧的这个聚会，拢是咱会当邀请兄弟姊妹三甲来参与。伫这个中间，因咱看到都真正做肉体，徛起，毋若徛起别人的身躯边，嘛踮伫伊的性命中间。所以咱为着咱这个信仰的大家庭，咱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踮咧树林教会，特别阮会当线顶踮咧实体做阵聚会。主啊，感谢你，通过疫情，互阮学习。踮咧线顶有真实的小拄，我也恳感谢你，互雅歌已经经过30年，主恳求你继续保守这个示范，互因会当成做真水的一个团体，有好的团契生活，也有水的学路。我明仔载感恩见证会4个要做见证的同伴，求主你特别赐予看过，互见证的人毋那敢若家己感动，伊若真正。会当互主你大大使用，诚做别人的利益。各有座谈会、双年大学的筹备座谈、圣诞节这系列，主感谢主上帝，互阮踮咧树林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，在这个要紧关键的时刻，教会有侪事工踮伫咧推动。阮毋是为着要完成这个工作。是要伫即个过程，我要大声恳求主，你坚定这个筹备的同工，互阮先甲主你相拄，领受了主你所赏赐、你所答应真实的喜乐、信心愿望，恳求主你，互阮这个同工伫筹备的过程、参与的过程，真实享受到团契生活。互相扶持、带导的帮助，对伫安尼，阮所准备的、阮所筹备的，要诚做人分享福音的好处，真水的工具。恳求你看过大领，逐个团契，逐场的福音大会，逐场的见证聚会，也是一寡事工的特别筹备安排。拢有主你家己的引带甲带领，我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也要为着咱的肢体来祈祷，有真侪长辈兄弟姊妹，因周间会当来甲双年
来到社区的据点，我常常碰到因，拢会去碰到因安尼讲真感谢教会，因为一寡毋是咱教会，一寡社区的兵，因一直讲感谢，讲我家己拢有一点仔歹势吼。因讲哇，你提供者互阮出来足重要的吼。咱上年过来嘛是逐礼拜一，上年团契逐礼拜一，咱嘛是鼓励咱的团契客友逐礼拜一拢会当出来吼。所以那安尼这机体身体通较健康。咱特别有一个就是西中弟兄，这是苏慧大伯谢梦芳的阿伯谢梦芳，咱就一寡熟悉阿伯阿姨安休，伫后礼拜五要做告别弥撒吼。另外，咱青年杨浩12月初8要临午，所以12月初5中昼青少年主流老师会开一个欢送纵行。12月初5礼拜暗会去引导吼，因为伊阿公李庆安长老讲，这纵行纵行礼拜好吼，这就爱变去引导去啊，所以咱会甲切开吼，咱的青少年的活动会踮伫教会礼拜中昼，迄天暗时7点半会去李庆安长老引导迄个一个临午纵行一个礼拜，所以咱为着咱这机体。当然，还佫有真侪，咱看周报，看有真侪机体，咱最近关心。咱特别感谢咱的关怀事工部，尤其伫这段时间，来关心探访，侪无法度出来的兄弟，咱也会当为着关怀事工部这个事工来祈祷，咱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，特别为着这机体需要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机体实在是奇妙。阮阁一摆仰望恳求你，因为一个机体受苦，百体就受苦；一个机体得到荣耀，百体就得到荣光。阮将阮所有机体拢摆在你面前，恳求你因带保守阮主啊！真正是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看到这款的荣光。主引导阮，这是阮生活中间同需要的。无论是伫入面伫边听，还是伫艰苦的中间，主，阮一个一个仰望交托伫你的心，特别是西中弟兄伊安息，主，你接纳伊的灵魂，伫后礼拜要做告别式，愿你赐福看过，特别是看过伊厝内人家属，拢会当得平安，特别养好要入伍做兵，这虽然短时间4个月，不过。主，互伊踮伫军中，也会当成做基督的兵丁，成做水的见证。愿将这一切仰望伫你的圣手。亲爱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踮咧教会这个信仰团体，实在是真奇妙。特别通过你的罗保罗所讲的譬如，踮咧教会。阮成做机体，这实在是一个真特别的譬如。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互相拢有结连，拢有关系。一体受苦，百体就受苦；一体得到荣光，百体同齐欢喜快乐。主啊！阮踮咧树林教会，感谢你，赏赐阮有这么多机体。阮特别要为着遐个身体病痛、心神软弱的兄弟，献上阮的代祷，因为因的艰苦，嘛是阮的艰苦。恳求主你保守因，互因会当坚定来倚靠你。主啊，你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会当通过电话、通过平台、通过线顶，甲因联系，甚至探访。通互因会当感受到掠耶稣基督最头的这个教会，树林教会真实机体结连到底。阮也特别为着西中弟兄安息，祝你互伊转去你的怀抱，后礼拜的告别式会当顺利，你亲自安慰伊的全家族。阮的同伴杨浩。12月初8要入伍，虽然时间一段，不过阮知
这毋是干那伫地面上的国度做兵，嘛要成做上帝国基督的精兵，伫个任务诶，即几个月中间有水的见证，互人知伊是属伫天父上帝囝儿。搁一摆仰望交托，无论是伫线顶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，还是阮现场的兄弟，主啊，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感谢主，互咱今仔日三甲斗阵，咱会当用一点仔时间，若伫厝内人，你嘛会当用一点仔时间，互相分享，主祝福保守，大家平安，再会。